趙心童的奪冠機會分析與評論，當前狀態與近期表現。趙心童在2025年斯諾克世錦賽中表現極為亮眼，以業餘選手身份從資格賽一路晉級，先後擊敗張家偉、呂佩凡、克里斯韋克林等選手，並在半決賽中以17-7大勝火箭烏沙利敏，成為繼丁俊暉後第2位闖入世錦賽決賽的中國選手。他在正賽階段累計完成13桿單桿破百，展現了強大的進攻能力和穩定性、技術優勢與心理素質。趙心童的左手打法以流暢的進攻和精準的走為著稱，單桿得分能力突出，最高單桿142分。儘管因2023年禁賽風波中斷職業生涯，但他復出後展現出更強的心理韌性。例如，他在半決賽面對偶像奧沙利敏時，以享受比賽的心態連勝8局，體現了大賽抗壓能力、奪冠前景與歷史意義。決賽中，趙心童對陣馬克威廉姆斯，最終以18-14獲勝，成為中國首位斯諾克世錦賽冠軍。這一勝利不僅刷新了個人職業生涯紀錄，更打破了外界對其禁賽後狀態的質疑。其業餘身份奪冠也創下多項歷史，首位從資格賽晉級並奪冠的選手，單屆賽事破百數最多的資格賽球員等。挑戰與風險。趙心童的短板在於防守端穩定性不足，且久疏職業賽場可能導致體能分配問題。此外，決賽的高強度對抗對專注力要求極高，若對手抓住其失誤反撲，可能影響比賽走勢。總結：趙心童的奪冠標誌着中國斯諾克的新突破，其技術與心態的成熟使其成為未來職賽場的核心競爭者。儘管存在短期風險，但其進攻天賦和大賽表現已證明其具備頂尖選手的潛力。當前表現與賽事進展，趙俊成在中年好聲音3中展現出顯著的進步與爆發力。在近期以經典情歌為主題的8強戰中，他憑藉獻唱《Forever Love》給現場支持的妻子，以真摯情感打動評審，獲得98分，全場最高分，同時贏得本回合冠軍及 MVP， 累積分數躍升至第6名，成功晉級7強。此次表現不僅凸顯其情感表達的深度，更顯示他能在關鍵時刻突破自我。例如評審黃興平稱其使出降龍18掌般直擊人心。相較於早期比賽，趙俊成的演唱技巧與情感投入均有顯著提升，尤其在音韻控制與高音穩定性上獲得評審高度評價。優勢與亮點： 1. 情感共鳴力。趙俊成擅長將個人經歷融入演唱，例如《Forever Love》結合對妻子的深情告白，成功引發評審與觀眾共鳴，甚至令肥媽、黃興平等評審落淚。這種人歌合一的表現力是決賽的重要武器。 2. 舞台經驗與觀眾緣。作為前男團 Skrillex 成員及演員，趙俊成具備豐富的舞台經驗，加上高顏值與家庭故事如6歲兒子的溫馨互動，易於吸引觀眾支持。 3. 心態調整能力。經歷早年星途起伏與北上發展的低潮後，他此次參賽展現出更成熟的心態，例如坦然放盡一搏的決心，並在淘汰邊緣逆轉勝，顯示抗壓性提升。挑戰與風險： 1. 競爭對手實力強勁，7強選手如黃渤3屆 MVP 得主劉洋多次獲96分以上高分，均為技術與情感兼備的強敵。趙俊成需在選曲與創新演繹上進一步突破。 2. 情感與技巧的平衡。評審周國峰等人強調情感表達優先，但過度依賴情感渲染可能忽略技巧細節，例如黃鄭俊仁雖唱功紮實，卻因情感不足遭淘汰。趙俊成需避免類似失衡。 3. 體能與穩定性。長賽程對中年選手的體力考驗較大，
且決賽需連續演唱多輪，若未能維持狀態，可能影響臨場發揮。評論：趙俊成的奪冠前景與意義。趙俊成的奪冠機會取決於其能否延續情感爆發與技術精進的雙軌策略。從近期表現看，他已成功塑造逆襲黑馬形象，並通過家庭故事強化觀眾連結。這種真實感在選秀節目中極具優勢。若能延續此路線，例如在決賽選擇更具個人意義的歌曲，如親子題材或人生感悟類曲目，有望進一步拉開與對手的差距。然而，其風險在於過度依賴單一情感牌，可能導致評審疲勞。需在決賽中展現多元風格，例如參考詹士丁丁將 rap 融入經典歌曲的創新手法。趙俊成可嘗試結合擅長的樂器演奏，如二胡或戲劇化舞台設計，以差異化突圍。歷史意義方面，若趙俊成奪冠，將成為中年好聲音系列中首位兼具偶像背景與家庭形象的冠軍，打破節目過往偏向素人逆襲的傳統，同時為香港藝人重返主流舞台樹立典範。綜上所述，其奪冠概率約為40%，關鍵在於決賽選曲策略與臨場穩定性，若能克服壓力，極有機會締造驚喜。